好，来继续要来看这个台铁真闹气，新城头城分袂清楚。有网友伫咧台北车头翕到一张长箱广告的相片，这个相片明明是花莲的新城车头，但是介绍的文字却是写宜兰头城的火车头。洪质疑台铁这款的验收嘛伤过老错咯，甚至有网友来惊体讲，这个台铁参长箱的广告都管袂好势，是要创啥才好？就是这个看板本来应该要销界现代化的新城车站，不过斟酌甲看顶面的文字，所写头城车站，销界内容够清水含红砖啊，规定相片倒位找到红砖啊，就是一个错误，就是比较低型的错误。最大问题，厂商自己没有自己去做好严格的把关。咱来到新城车站，大门的设计代表来到太鲁阁通道，民众拢真爱徛伫咧遮翕相，甲相片传起咧网络。新城车站呢是在105年呢完工启用，它的整个车站呢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设计感。那头城车站是完全无同款的风格。这种红砖的建筑物起伫咧宜兰头城，拄好拄着落雨天，互现场的气氛愈水。想要找到清水红砖老街，伊的景地就伫咧遮。你买票有可能会买错吗？不可能，宜兰跟花莲差那么多。看起来分袂清楚的，敢有台铁啊？这个民众反映了后，台铁随发声明，讲因的看板是广告公司做的，业者疏忽，嘛无甲图送去台铁审查，即摆已经提掉，嘛要求未来爱送审查才会当放。台铁赶紧做处理，不过这个宣传看板，确实要加注意，较袂互民众误会。